莫拉克风采罗农海沿岸200公顷的田区的，韩国农民以此来透水引田嘅丘寮路圳，日本太水大发嘅，提起河川区将流失的土地吞到转去过后，屏东农田水利会也将水准涨好通水嘅，告诉农民总算唔是零乱引田嘅。 通水典礼开始，大家抢发祭拜田地。前年本800太水大海嘅丘寮路圳，经过紧急修复过后，大约3000人公顷嘅田区会做得全面恢复通水，收费嘅范围相当的发。总共有3300公顷的农田会受惠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对地方上的一个繁荣也有很大的帮助。过去嘅1年来，原本用丘寮路圳灌溉嘅农民，只能靠农委会业嘅5口水井所储嘅地下水灌溉，也因为水量有限，必须要分期轮流供水，故所造成农民相当大嘅困扰。啊，見到因為那個準水又熱吧吼，都安尼啊，大家都講唔安尼水上漲，嘅泵水啊吼，有一些個年啦吼，本來出嚟有毛毛油飲嘅，你都要當好飲油嘅，你講嘅唔成飲到當好要飲天一百啦。所以講，人哋灌溉問題相當嘅困難，所以講畢竟呢，我用安尼泵水，泵水呢，嘛都要走電睇灌溉。 因为丘寮路圳嘅恢复通水，使得高速享有嘅充足嘅水源灌溉。故所农田水利会表示，等到供水稳定过后，会全面停止再储地下水。安尼不但做得省下每年300万元嘅天费，还做得保护地下水源有充分嘅涵养。客家新闻陈文年屏东报道。